點解打個字都會搞到系統崩潰？今日一齊拆解資料庫嘅秘密。兔仔阿伯喺菜單價格度打咗好貴兩個字，點知系統即刻出錯。小熊貓阿竹 R 晒頭，點解價格欄唔可以打字㗎？明明都係資料啊！貓頭鷹博士飛過嚟解釋。因為每個欄位都要指定專屬嘅資料類型啊，資料類型就係話俾資料庫知呢個格仔應該放咩種類嘅嘢入去。第一種係整數類型，用嚟放冇小數點嘅數字，例如客人嘅編號。第二種係字串類型，專門用嚟放文字，好似客人嘅名咁就啱晒啦。第三種係浮點數，即係有小數點嘅數字。菜單上面嘅價錢就係用佢啦，仲有日期類型，用嚟記錄低訂單嘅日子，咁就唔怕唔記得啦。最後係布林類型，只有係同唔係，例如道菜而家有冇得賣？阿竹終於明啦，原來設定好類型，系統就會自動阻擋錯嘅資料輸入。博士點頭，冇錯，呢個就係資料完整性，係建構好資料庫嘅第一步啊。